所以你是想把黄曼送给皇室啊？他留在北凉对你不利。皇室只想拿他当棋子。那送去一个棋子，危害不到咱们北凉啊。那是你亲生儿子。你也是我亲生的儿子。哎，行了啊！你看，现在的结果呢，比预期的都要更好，对吧？但是老黄死了。我愿意接掌北凉。啊？我说我愿意接掌北凉。等，你以前一直在拒绝，怎么现在会突然答应呢？什么理由？只有我接掌北凉，才能接黄曼儿回家。哦，还有吗？这理由不够吗？你们兄弟情深，这固然很好，但是要当上这个北凉3州之主，这理由你不同意？没有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看我等了这么久，你终于开口答应了。理由不够，没关系，我送你一个。这也能送？哎，对了，你从武当回来，是不是还没看你师傅去呢？快去跟人家打声招呼，你就在那儿等着我，好吧？快去吧，我马上就到，带着理由过去。回来了。我去武当这么多天，你也不问问我过得怎么样？你在武当过得怎么样？你这就有点敷衍了。干什么呢？这下面是什么？地基啊。不对，我闲暇时练刀，全力踩踏，感觉这下面还有空间。这下面应该还有一层。我从小就在听朝廷闲话，这下边真有一层，我一定知道。你真不知道？根本就没有。又怎么了？王重楼把大黄庭传给你了。还能看出来？我以为都没了呢。别担心，别人看不出来，我不过是了解武当心法细节而已。你跟武当有渊源？家学渊源。你们家是做什么的？跟你没关系。那你慢慢找，我上楼了。刀还我。秀东啊，本来就是借你的。我用着挺顺手。
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好棋，杀机暗藏。嗯。哦，看出杀气就错了，重新下。师傅，您天天在这屋里边自己跟自己下棋，不无聊吗？我有对手，对手在哪儿？等你接手北凉，再来问吧。我已经答应徐骁了。徐骁，让你来听朝廷的？是。那就下去吧，他会给你答案。给你个建议，等一会儿，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。你怎么找着的？门是你父亲打开的。来了。这下边到底藏了什么？居然连我都瞒着。只有你答应了接掌北凉，我才能带你下去。走。你师傅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让我跟你说出心里话，让我告诉你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不愿意接掌北凉。还有，为什么我心里对你一直有怨气。我听着呢。你知道，大姐喜欢的是洪喜祥。啊，就那个武当山那小道士，我当然知道了。但你还是把她嫁去了江南。啊，因为这样，能换来江南文坛对北凉的支持。是。二姐这次回来只见了我一面，你也没留她。没有。你让她去上阴学宫求学，是为了让天下学子渐渐接受北凉。不错。现在黄马儿也被你送走了，家人一个一个离开，换来大权稳固。强敌鲫鱼，皇室忌惮，要想让北凉存活，总得付出点代价呀。
所以在你心里，家人没有北凉王位重要。再走一会儿就到了。先天地圣，快逃！有人要杀你。谁？仆役打扮，我看见他们拿着刀去你屋里找你。世子的院子，不是什么人都敢闯的。我拦着，你跳窗走。二小姐要想杀你，她是不会让手下代劳的。我知道。人呢，我是替你挡了，刀我也给收了。院里下人怎么会动不动就提刀杀人？二小姐院里的那些下人，以前可都是马匪重犯。这种人为什么会进王府？都是二小姐亲自抓的。二小姐从小就杀气重，出城剿灭的马匪不计其数，不少人都感叹过。可惜了徐渭雄，不是男儿身。回来了，好不容易回家，怎么不多留2天？家里怎么样？谁送你的？怎么我送你的就不要啊？下回我陪你一起去北凉吧。我想在你身边护着你。哎，课堂等你。你腿没事吧？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底了，这个地方湿气太重。没事儿。这下边到底藏了什么？一会儿你自己看。陈之豹的父亲。哎呀，锦辽之战，他用命换了我，不然啊，今天这个位置就是他的。人人呐，都让我提防着陈之豹，可我知道，北凉对他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王翦义缺大败之时，他用双手托起了城门，让我去逃命，自己却落个尸骨不全。西蜀之战，当时离都城不过10里，军师赵长陵病死，就差10里，他就可以亲手为自己的满门家小报仇。这个破锣嗓子呀，还特别爱唱歌，范蠡走的实在是太早了。韩立本无死罪，为树军纪，我亲手砍下了他的头颅。当时600骁骑起家，现如今诸国平定，徐自齐统领3州之地，而当年这600人几乎全都在这儿了。为何不设祭品？用不着，他们不需要这些。儿子，你知道为什么爹被人称作人屠吗？杀人多。诸国乱战，世家门阀，战场上被我杀掉的人确实不少，所以世人都恨我，视我如魔。当今这个黎阳朝行科举制，这对天下人来说，不论贫富贵贱，都是个希望。如果当初国战世家不除，你信不信现在为官之徒还是任由世家举荐？你把天下看成一棵大树，那些世家就是那个粗壮的枝桠，夺走了全部的阳光，剩下的大部分人就只能是树下的杂草，渐渐的枯萎腐烂。所以斩去世家，这世间才有新生。这就是他们的梦想，也是我的。你大姐嫁去江南，你二姐去上阴学宫，都是他们自愿的。他们宁可牺牲自己的一生，也要为北凉立下根基。是为了这些亡魂？不是，只为你。为我？为你遮风挡雨，让你很顺利地接掌北凉。你想过没有？我徐骁这么痛恨世家，为什么还想让北凉继续姓徐啊？为什么？朝堂视咱北凉如猛虎，咱大军之中派系横生，
如果北凉不再幸许这35万铁骑，就会引来大乱，死了这么多人，这换回来的天下全毁了。以前为何不告诉我？你不自愿的接掌北凉，我就不能带你到这里来，这些话也就不说给你听。我大概明白了，你不是贪恋权位，徐家的牺牲是为了这些人共同追逐的一个梦想，也就是我二姐所说的责任。这就是你接掌北凉的真正的理由。我不认同。为百姓求生机，保天下无战事，这梦想非常好，但我不认同你的手段。用杀戮和诡计换来的北凉，还值得他们托付吗？你不要太天真好不好？啊，不弄脏双手，怎么保得住北凉？太难了吧？再难也不能妥协。我接手北凉，但不会走你的路。我会守护梦想，也要保护家人。世上之事，等两全吗？你心不够狠，什么都守不住。我想试试。行，给你机会，让你去面对现实。谁把这通道打开的？北凉王。哦，啊，那没事了。通道这事儿，麻烦阁下还别往外说。知道。嗯，我会替他们保密的。他们，不，还有谁下去了？徐凤年。哦。哦。好，我得去收拾行李了。哈，马上要出远门了。啊。
要我离开灵州，去哪儿啊？不是你不是说要去武帝城，帮着老黄把那个剑匣子给取回来吗？大黄庭我只留下6七成，还斗不过王献之。取个剑匣，用不着跟王献之动手。再说了，此行是你接掌北凉王的必经之路。这江湖行跟接手北凉又有什么关系啊？过年后，你走你的江湖，我去我的京城，2路齐走。你要亲自去京城？你接收北凉最大的障碍，就是在于朝堂。北凉王位虽然有世袭罔替，但是朝廷早就想废除此制，到时北凉必将引发大乱。所以帮你博得世袭罔替，我们才能站住先手。那皇室又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把这名分给我？我会帮你安排好一切的。啊，哦对了，你不是想念自家姐弟吗？这次就给你这个机会，去见你大姐、二姐。你还可以去龙虎山跑一趟。哎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要跟朝廷做笔交易，我要让你大姐跟二姐都回家，把江南还有上阴学宫的布局全给撤了，就是为了替你保住这世袭罔替的机会。你是说我能把他们接回来？我会把路都给你铺好的，你要做的，就像去武当一样，你要做出最后的选择。选择什么？用什么方式接他们回来？丰年，如果在此过程当中，要死很多人，才能把他们接回家，你怎么选啊？我会找出第3条路。世上哪有这么多老黄啊？找出来的往往可都是死路。事在人为。好，我拭目以待，我拭目以待，啊！现在你先上去，我想再陪他们多聊会儿。哎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啊！不过你们也说说，啊，有我这样当爹的吗？有吗？哎，但是我真的相信，啊，在最艰难的时候做出抉择，才能让这小子脱了幼稚，真正的成长起来，是吧？啊，是吧？行了，你们大可放心，我一定把凤年培养成一位合格的北凉之王，让他替你们，也替我守住这天下。啊！啊！刚才你也一定都听见了啊！这小子非要去武帝城，帮着这老黄去取这个剑匣子，幼稚。可一想这一路上
一定是有很多的凶险啊，总得有人在他身边护他性命啊。就算这小子安安全全的到达了武帝城，这要碰到了王先知，还真不好说了。听说王先知最近武功有大涨，还真了不起。你说，万一这小子一冲动啊，跟王先知干上了，那一定就没了性命了。说这王先知哈。怎么见谁灭谁？王爷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看世子下去，猜到该启程了。呵呵，你还真是一个老道之人呐。过了年再走。这一路上就要多辛苦你了。哦，贫道知道。你干嘛？说起来。我还要过几日才出行，不用那么着急收拾。世子出行，细致些才好。还赌不赌？今天不赌了，你骗我！明日陪我访客，算你辛苦钱。多少？先付一半。记得帮我备些礼物，明日带上。明日守岁，大家都在陪家人，要访客也该是初一以后才好。不是每个人都有家人的。歪了！徐小子，这歪了，帮我弄正了。天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。坐，东西放进去，放桌上就行啊，记得把炉火点上。哦，哎，我不会啊。还是那丫头啊，哎，你们成亲了没有啊？没有，我们两个不是。给你带点杂货，别嫌便宜啊。哎呀，别客气嘛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每年节前啊，这衙门都会送好多的节礼来啊。吃不了啊，那就慢慢吃。这衙门里这老哥啊，他也是这么说。老许头啊，听说你跟徐骁跟了很久啊？不能直呼名姓。是，徐将军上主国。那你还记得你当初为什么要跟着他吗？当初啊，就是为了有口饭吃，就想着。天下太平，天下能公平。天下哪有公平？哎，别这么说。今年春闱，不是有个寒门出身中了3甲吗？可那大多数都还是名门子弟嘛。已经够了，就盼着天佑北凉，能一直守住这太平盛世。这盛世，我来替你们守。徐小子，这屠苏酒，你喝过头了吧？
你觉得我当北凉王怎么样？你觉得自己比陈之豹强啊？我其实想过让陈之豹接受北凉，但我现在明白了，他不行。为什么？陈之豹表面看上去平静，但就像冰层下面藏着惊涛骇浪一样，他心里压着东西。若是他接掌北凉，战事必定重燃，老许他们守护的太平盛世就全完了。说的好像你就能守住一样。干嘛？过年啊，给你点礼物。你好歹是个世子，过年就送根绳。贵的东西不适合你。才怪！不要就还给我。干嘛不要？回头卖了，说不定还能赚一文钱呢。你不就是林探花身边那个樊姑娘？徐骁把你放出来的。回世子的话，我叫舒修，舒服的舒，害羞的羞，还挺好记的。樊姑娘是化名。世子好谨慎，放心，没有毒。伯王爷说世子行事但求两全，令娥妹回来之后又被押进了地牢，本来是要问斩的。既然世子想两全，那是杀是放都由世子决定。世子可真是小心。对了，还得提醒你一下，你没把小王爷从武当带回来，林娥妹对你可有些怨念。你没把小王爷带回来。黄满儿去龙虎山了。龙虎山？那等于交到皇室的手里了。不管我做了什么，你信我也好，不信也好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想不想见到黄满儿？人都被你送到龙虎山了，我还怎么见？我年后出行，路过龙虎山，可愿同行？好，我会亲自接小王爷回北凉。回家休养，年后出发。徐骁口口声声说不要忘了600老兵，但是他自己呢，一天天的就想着军中派系斗争，我都替老许都不值。谁？哎，瞧！哎，这个老家伙，这耳力见长啊你啊！哎呦，老哥哥，哎呦，终于来了！来了，这不是年下了吗？这衙门呀，害下了点儿这个米粮，我想给你送过来，给你个惊喜。你看，没想到啊，骗得了你的眼睛，躲不过你这双耳朵。刚才啊，我还跟那个徐小子说你呢。你要是早来一会儿啊，你们俩就见着了。老哥，你在衙门里做事，以后有机会你多帮衬帮衬他。他呀，他没什么可帮衬的。这算我求你了啊！拜托。行了，不说他了。哎，这个年根底下了，你有什么想要的，还有事情想要做的，都说给我听听。倒是有个小遗憾，
但是老哥你呀，也帮不上我。啊？你说说看。我这辈子啊，唯一的遗憾就是没看一眼徐将军。从600铁甲骑兵开始，打到天下太平，愣是跟徐将军连句话都没有说上。哎，你说这遗憾不遗憾？嗨，现在徐骁啊，已经是一个胡子都白了的老儿了。我不许你叫徐将军的名讳。行，别激动，激动什么？来，坐，先坐下。荆州18老字营，鱼骨营，末等骑卒，徐永官拜见将军。你怎么就认定我是徐骁呢？把我眼睛打伤的那一仗，您来看我们这些伤兵，握着我的手对我说：“一定要活下去。”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，但您的这双手让我记了一辈子。老兄弟，快起来，来，哎，坐。哎，徐将军呀，我斗胆问一句，那个徐小子敢是您的？我儿子，徐凤年。哎呀，恭喜徐将军啊！您和王妃生了个好儿子，我这辈子知足了，没有一点遗憾。徐将军，我再多问一句，当年那些老兄弟还活下来多少？只要我们北凉的这杆军旗不倒，他们就都还在。那我跟他们说，北凉有了传承，这面旗永远不倒。守岁还在读书啊？岁月这东西，守也守不住。这么欢快的日子，别说的这么通透。魏爷爷呢2楼睡觉。睡了好，咱俩喝。往年过年都能看雪景，今年啊，只能喝寡酒。来，北莽怎么过年啊？有人的地方，都差不多。哼。一样的人，一样的年，偏偏要打你死我活的仗。唉，人和人会打，村和村会打，镇和镇会打，国和国怎能例外？说得好。
听，煌煌北凉镇灵歌，我二姐的词，我谱的曲。每到年关，都有30余名乐师，160名舞姬在城内奏乐配舞。你要是这会儿出去，能看见灯火珠白昼。听就好了。词好，曲一般。我二姐也这么说，没准你跟她投缘。听说又要出行？是啊，去武帝城。还是借的，回来还我。2把都给我。行，酒没白喝。一个人喝，成喝闷酒了。再找个人喝。谢谢啊。你不是这儿的，偷书的。喝酒吗？哎，给我留一口。还真就1口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些都不是秘籍，秘籍在上边。走走走，我带你找秘籍去。走走，哎，你动作轻点啊，白虎脸睡着了，别把他吵醒。还有啊，你别拿秘籍，秘籍不好卖，你去4楼都是古玩奇石之间。你说白虎脸睡着了，我是不是应该守着他呀？你说的有道理，我得看着点他。
别到时候吐我衣服上。那我走了，你少拿点，别太贪啊。曲骁居然生出你这样的儿子，有点意思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干嘛？醒了。你要是醒了，我回去了。要不我送你回去？不用。我徐凤年就是醉的再厉害，我也不可能找错家门。哼。徐凤年，你怎么跑我屋里来了？这是我屋里。没事，我就是昨天晚上喝多了，走错路了。你别担心，我跟大家解释清楚。什么都别说。啊！千万别说！我告诉大家是我走了。那你喊这么大声，外边都听见了。不要解释啊！快点走！穿个鞋。王爷，一切都已备好，我们随时出发。你出发以后，按照你的要求，宁峨眉会率领100凤子营的骑兵与你随行。你出征以后，就能看到他们了。青鸟为你驾车。从现在开始，爹说的每一句话，你都要谨记在心，啊。王爷，世子。魏舒阳。王爷。魏舒阳，博学多才，尤其是在武学上的造诣非常了得。以后啊，你要多仰仗他。魏爷辛苦了。世子不辛苦。他叫舒修，啊，你是见过的。他呀，熟知江湖上的各种门道，如遇什么特殊情况，你可问他。什么都可以问哦。小心点儿。那辆马车怎么没人啊？一会儿车夫就来。你跟过来干什么？江离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莫名其妙，江离又不与我同行。你是？我坐哪架呀？啊，这边。你安排的？是啊。我行走江湖要江离何用啊？你这一路，这总得有人替你照顾这个起居住行吧？丫鬟那么多，为何选中江离？你要真把江离留在府上，
万一你二姐的那些手下再对她不利，该怎么办呢？就这么一个理由。啊，奉您此行，有劳您多费心了。哎，你别抹车上！这人谁呀？这个？哎，鸭仔，哎，听朝廷下的大魔头，啊！哦，对了，有一点你要切记啊，不能给他拿剑。什么剑？什么剑都不能给。木剑呢？木剑也不行，好歹给个名号吧。你的另一位车夫来了，巨剑，吕钱塘。见你个鬼的吕钱塘！你不就是那个刺杀我的林探花吗？在下吕钱塘见过世子。你声音都没变啊，你还骗我？在下吕钱塘见过世子。这是哪一出啊？你此行的第一站就是青州，青州林家已经被靖安党逼上绝路，有他陪同你去，有利无害。所以你是逼他低头了？他想救林家，必须得低头。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你们林家在青州还存有一口气，想要保住这口气，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话啊。是。到底安排了多少？你放心吧，有那老家伙在啊，就算翻天覆地，也一定能保你周全。这老头到底是谁啊？只要他愿意，自会跟你透露。你走后，我会去往京城。爹在朝堂，你在江回，只有我们父子俩联手，才能保住世系罔替的北凉传承。啊，一路上小心。走吧。你这一路还有多少计划？踏路而行，自有前程。出发。北凉来信了，出什么事了？与你无关。不能这么说，将来你我会是一家人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红螭，古剑在你手里。滚！男欢女爱，天道使然，这上阴学宫里能配得上你许魏雄的，非我莫属。哎，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。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徐凤年要出北凉。哦，他不是刚游历3年了吗？这次不是暗中行事，有迹可循。胆子真不小。话说回来，他出北凉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杀了他。朝廷有旨意。没有。
师傅啊，我跟他无冤无仇不说，他将来还有可能是我小舅子，我杀他，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他死，北凉必乱；北凉乱则天下乱，天下大乱，你才有出头的机会。这么说来，杀小舅子也有点意思。没有旨意，我不能亲自出手，只能送你些手段了。凤子营100名骑兵就在前方后面。我还以为你一出灵州就不管我，直奔龙虎山而去了。军令已下，凤子营送你东行。军令让你送我，你就送我？当然，军令如山。你不是要接黄毛回来吗？军令上可没这条。到了龙虎山，我会自行离队，以个人身份救回小王爷。凤子营骑兵在前方官道等候。不在官道边，在林间等候。为何？无军令时，避免惊扰百姓。这都不懂吗？那就麻烦宁将军，去把人带来吧。是。世子，请留步。重甲铁浮屠，你是典雄处。请世子稍等片刻，我家将军要亲自送行。我记得你是陈之豹麾下，请世子安心等候。我若是不愿意等呢？世子出行也不使唤一声，路球愿为马前卒，为世子这边坠镫啊！庆典呢？上路。楚将军，你这弩怕是射不穿铁浮屠的生铁甲。要不你试试？铁浮屠让路，陈将军让世子等一等。北凉王旗姓徐，不姓陈。宁将军，难道真愿为这世子效命？不让你让开，有胆子冲阵看看！都闹够了没有？北凉内讧的罪名谁担得起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让开，准备冲阵！瞄着！你不是要保护徐丰年吗？等他快死了，我自然会出手。外面百战精兵，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啊？千军万马，不过就是插标耐手嘛。大话谁不会说呀？陈之豹，你小心点啊！万一我这有人松了弦，你不知道什么下场啊！我刚出灵州就着急追过来，这么急着想杀我？典雄处，将军，典雄处可护你东西。咱俩关系没这么好吧？为了北凉，你暂时还不能死。为了北凉，要不你先死一死？这没你的事儿，世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。都别争了，我拒绝铁浮屠同行。有宁峨眉的凤子营就够了。他素来厌恶你，若要保护你，恐怕不能尽心竭力。难道你和典雄处还能欣赏我不成？由我下令，典雄处就是死，也会护住你。不需要。你想清楚，离开北凉，
并不安全。宁峨眉，在，到龙虎山之前，你能护住我性命吗？只要有军令在，凤子营不死绝，你就不会有事。比起你，我更相信他。铁浮屠归营。重骑退了。你担心那小子？谁担心他了？我是担心我自己。外面骑兵对冲，徐凤年有你保护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已经决定接手北凉了。你不够资格。这次出行就是给自己争一个世袭罔替。这些都不重要，要接北凉，必须3点：一，心狠；二，多谋；三，人脉。这3点，你都不够。你这话说的跟徐骁差不多呀，能不能有点新意？对。你呢？这3点你都做到了吗？就这一个，要不咱……我倒是挺看好他的。这家伙是有点本事，所以他才留不得呀。别胡闹，世子，可不该把世袭罔替的事给说出来。这种事儿瞒不住人的，提前说出来，对北凉也好，京城也好，都让他们提前做个准备。你回吧。陆球要护着世子出北凉呢。徐骁马上要进京，到时候你护着他。真的？就这么说定了。小的明白，世子一路小心。出发。看什么？嘿，小丫头资质不错，想不想跟我学点真本事？不学。为啥不学？当年来求老夫想做我徒弟的笨蛋，可以从北凉排到东海。所以笨蛋才想做你徒弟啊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。这倒是。连我自己都快忘了自己是谁了，又有谁还能记得木马牛啊？上次见面还是要杀我，这会儿成了护卫。习惯了就好。
我记得上次不是这把剑。此剑名为赤匣，是上主国给我的。你是读书人，读书人也会用剑。读书人心性难测，说不准哪天你还会拿剑刺我。只有你活着，上主国才会给我林家最后一条生路。林家现在如何了？已经被靖安王抄家。那你应该去求靖安王啊！你投靠徐骁有什么用？你根本不知道你爹有多可怕。就算改名换姓，他也终究姓林。你想说什么？这样的人留在身边，恐有祸端。我看过他的眼神，他连命都可以不要了。这种人杀不杀都一样，心已经死了。那我替世子时时刻刻盯着他。世子，怎么不进去？今晚我守上半夜。不用守夜了，凤子营附近扎营，安全得很。生死还是不要交到别人手里比较好。下半夜谁守？我们已经出灵州了。我知道啊。既然已经出了北凉，那我们就有机会了。什么机会？逃啊！去哪里？去哪里都比这儿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徐凤年入江湖，徐骁为什么指明要你跟着？你想过最坏的可能是什么？我死。对啊，说不定就要死。徐骁杀了这么多人，为什么偏偏让我活着？关键时刻，楚国公主的命还是挺有用的。他要杀你？不是杀我，是拿我的命换东西。江离呢？前辈哪里人？你总得有个准备啊！我这不是在读书呢吗？读书能有什么用？武功你还能现学啊？读书收钱，我这一本读下来能收7贯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赚钱？你也知道，楚国丧葬习俗繁琐，这死一次好费钱的。我就一直在想，我无亲无故，亡国亡家。等我死了，这要是连葬礼都办不全，是不是太可怜了？你赚钱是为了给自己下葬。那你为什么要一直刺杀徐凤年啊？是因为恨徐家？不是。还能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世子寻你，终于要读书了。我陪你一起去，只叫了江离一人。我钱盒子放帐篷了，我一定替你守好它。读书吗？没错。
不是这本，取车上那些。可我都读了好几天了。没读给我听就不算钱，还是一字一文，读完就给。你不觉得难闻吗？是啊，闷了一天是有些难受。篝火那边烧了热水，你自己去洗手洗脚去。我不洗干净别回来。读哪本？就先读这本《千剑草纲》吧。剑者，凶兵之首，生而未杀。万世之初，天炉坠金，古先得之，炼而为钢，遂成剑矢。此为聚水火之奇，用阴阳之候，取刚柔之和，以力分山色，天地为之商。剑以刺激身形为术，所谓梨花舞袖，飞空白雪，日月跳丸，回马思乡，皆为奇术之用，术可轻传，为道难言。接着读啊。我数数多少次？读完一块儿算。100字100文，明明是97个字，多出3个哪儿来的？不就多3个字嘛？你怎么这么小气？钱是我出。97就97，我继续读了。剑道，守微致虚，其意幽深。道有门户，亦有阴阳。正心修气，与神俱往。呼吸内实，法尽不僵。都是屁话。这书啊，误人子弟，满纸荒唐。前辈知道这书？千剑草纲嘛。杜思聪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啊，是想抛开剑招技巧，专求剑道剑意。可惜终究水准不足，反而有失偏颇。写书的时候我就训斥过他，可惜他还是走错了路。写《千剑草纲》的杜思聪，被您训斥过？他来求教于我，在雪地里面站了3天3夜，我才勉为其难的点拨了他3句。你就吹吧，人家这本《千剑草纲》可是被黎阳朝纳入武库的，你有本事自己也写一本啊！老夫一向独来独往，心中万千气象，不屑付诸笔端。还吹，没完没了了。我继续读了。前辈都这么说了，换这本《杀精剑诀》试试。杀精剑诀。入海千里，有声巨兽，乘潮而行，其声如雷。养无畏锋刃之心，纵万顷波涛，一剑斩之。想法虽好，但剑诀不行啊，撑不起这场面。这本啊，还比不过刚才那本。好，那再换一本。这个，《绿水亭甲子习剑录》，王重楼给的剑术小册子。这本是求剑术招式的，你大黄庭都没稳住，练这个有啥用啊？太玄感应篇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唯相无形。内功真解是武当的框架，想把大黄庭变成自己的真气，就得靠自己去解。有道理，那不念了。那再换一本。今天算了。我才念几个字儿啊？我算一下，195个字，195文钱。臭老头，我洗脚了。就你话多，不然我能读好几本呢。你算算，你到底欠我多少钱了？老夫可没钱啊。